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南的半程马拉松，以古迹密度上悬、甲传统的特色小食出名着国际。后日3月初3就要起跑咯。台南市政府举行着赛前的记者会，邀请全国的朋友到时阵来台南早起路跑，下晡看兰花展，暗时看灯会。 2024年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会伫咧3月初3起跑，特别感谢台湾港务公司台南市体育总会赞助厂商、志工团队和所有台南市民的支持，才当让这场国际级的城市马拉松给办起来。让我们的跑者能够享受，一边享受运动，一边享受美丽的风景。 台南市政府体育局局长陈良乾讲，今年的赛事真侪人报名参加，拢总2班3611位参赛者，有来自30个国家，拢总381位国际选手来参加。用运动来结合文化，结合观光旅游。 另外，台南市政府说明，这赛事管制方式采分段管制，为了减少民众交通受影响时间，各管制路口都有设管制时间的路牌遐，到下午10点得完全解除管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